你好，我们全家出国要办理护照。你好，我到全家出国来办护照。你好，我到全家出国来办护照。旅行社建议我们过来办理。旅行社建议我到过来办。旅行社建议我到过来办。人别确认手续。人别確認手續。人别確認手續。好的，出去走走很好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好，出去行行當好，讀萬卷書唔當行萬里路。好，出去行行當好，讀萬卷書唔當行萬里路。请先给我相片，一位需要2張，还有你们夫妻的身份证、小朋友的户口名簿。強生不愛相片，一沙愛2張，還有你兩公家嘅身份證、小朋友嘅户口名簿。強生不愛相片，一沙愛2張，還有你兩公家嘅身份證、小朋友嘅户口名簿。小朋友，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啊？小朋友，請問你按到乜嘅名？小朋友，請問你按到乜嘅名？阿姨，我叫張永志。阿姨，我按到張潤志。阿姨，我按到張潤志。張永志啊，張潤志啊，張潤志啊。你們從第一欄填寫，包括聯絡電話、緊急聯絡人、彼此的關係。你對第一欄寫下，包括聯絡電話、緊急聯絡人，你哋互相之間嘅關係。你對第一欄寫下，包括聯絡電話、緊急聯絡人，你哋互相之間嘅關係。這邊請貼上母親的身份證影本，申請人就幫小朋友簽名，旁邊寫上母代。呢篇請答好阿妹嘅身份證樣本，申請人就替小朋友簽名，分頭愛寫母台。呢篇請答好阿妹嘅身份證樣本，申請人就替小朋友簽名，分頭愛寫母台。好的，好的，這裡請你簽名。這個是爸爸，爸爸好好笑哦。好，你答不請你簽名。你係爸爸，爸爸好好笑。好，你答不請你簽名。你係爸爸，爸爸好好笑。為什麼爸爸好好笑呢？那這張是誰的？做乜嘅爸爸很好笑？嘅呢張又係乜人嘅？做乜嘅爸爸很好笑？嘅呢張又係乜人嘅？這張是我。呢張係我。呢張係我。好了，這3份申請書還給你。好嘞，你3份申請書還你。好嘞，你3份申請書還你。現在上面都有加蓋人別確認，底下才等個圈有家證人別確認嘅人呢。底下才等個圈有家證人別確認嘅人呢。張，你們拿這份申請書去辦護照。你哋提呢份申請書去辦護照。你哋提呢份申請書去辦護照。可以自己去外交部辦理，或是請旅行社幫你們代辦都可以。做得自家去外交部辦理，也做得請旅行社留你哋代辦，全做得。做得自家去外交部辦理，也做得請旅行社留你哋代辦，全做得。媽媽，我也要一張。好啦，等一下。阿妹，我們要一張。好啦，等一下。阿妹，我們要一張。
好啦好啦，等一下。小姐，谢谢你哦。小姐，是梦怡。小姐，是梦怡。我要拿我的。我爱听我嘅啦，我爱听我嘅啦。请慢走。天天行，顺行哦。天天行，顺行哦。